大家好，我係 Vivian，係一個文員嚟嘅。之前經常有頭痛嘅問題，以為係普通嘅肩頸痛，試咗好多按摩都唔得，過嚟揾咗 PT101，先至發現係辦公室緊張性頭痛。緊張性頭痛多數係因為長時間對電腦、電話而令到肩頸太緊而引起，所以我哋喺做運動之前，我哋會放鬆翻肩頸附近嘅肌肉，令到我哋可以正常運動。首先我哋會做放鬆斜方肌附近嘅肌肉，然後再做一個下巴咀嚼肌嘅放鬆。因為斜方肌嘅緊張充血會影響到神經嘅傳送，所以我哋訓練之前會做一啲拉伸嘅訓練。按摩放鬆完之後，我哋可以做以下兩個動作去強化翻肩頸附近相關嘅肌肉。第一個動作係 face pull， 可以解決長期圓肩同埋頭前傾嘅問題，強化上背同埋肩胛嘅肌肉。第二個動作係 sit roll， 可以強化成個上背嘅力量，改善翻長期駝背嘅問題。上背有力咗之後，肩頸就唔使咁辛苦去補救，頭痛就自然大大減少。自從我過咗嚟 PT101，頭痛嘅問題已經解決咗好多。如果你哋都有緊張性頭痛或者唔同嘅痛症，歡迎嚟 PT101 揾我哋啦。